真是动向诶！难怪老鸡甜筒，我只把它铺润来。关你什么事？因为我想说，感觉熟感，来做点先起的哈。这个非常好吃，对，一种好吃。哇，很好吃啊，张妈妈，讲公后是，下面他现在冲到华视来打。马来啦，小戴师傅动右性呢，除了哦。出去传签啊、读写啊，他自己还去上课呢。你有没有去进修？比较少。他是进修的老师，不是的。我大胆假设，你还发明过指定菜单。你家是不是用嘴巴来料理？用嘴巴吃。因为还是有起血干吗？冇事嘅。要做子宫呢？你梗係多冇是非呢？性别哈嘎通老鬼又来了。不可能，还有点意思吧？用版袂冇可能。牛奶会摸口呢，那开始是冰机跑了。对啊，你这新北就有2位代表。对啊，今年就系树林客家相亲会了。而且大家都有那个狗冲班，还有木头班，能歌善舞的才子才女全部都来表演呢。唐公记得有都系，你还得有比赛嘅夺冠热门队哦。真的，好，那我很期待。但是当中感觉俩料理的比赛就问号了。有啦，看起来都非常会煮菜。先来分享到今天的评审欣赏，提前的分享到嘅系小戴师傅。然后咧，分享到系林寻志林师傅。今天呢，嚟分享到係風吹嘅潛水站咯。風吹潛水站呢係來自新北樹林嘅兩公婆，發明到到米肉記。才子佳人，看6三暗江，又暗夜到。謝謝。沙哈呢看一下，把看兩出係強用係來自新北樹林哦，今天係鼓手哦，陳素潔、劉桂香。樹林出美女哦，真的，發現到哦。等一下再來好好講故事哦。唔過今日帶來乜嘅擺擺相地都帶來乜老太家分享呢？煮龍飯，我來老太家燒雞係冇？哇，那個娘攤哦，真的。艾草是他種的。哦哟，幾多種誒？對，真正的艾草，它排毒，然後消炎。這是客家的真正的艾草，因為自家種嘅嘢哦，你也吃種，冇怪愛強誒，你要會炒誒，哦，很厲害哦，客家古早味，而且呢，發明高檔有心，談講更多嘅推廣嘅你客家文化。對了，沒有，就是鄉下的都推廣哈，客家都全部挑出了的上來。所以推廣客家文化啦。那你本身係影響係到哪？苗栗，我唐下就地，發明講阿咩苗栗嘅字哦，阿咩苗栗人，研究一下。阿你安陽山去揀嘢，苗栗很多人。美玉姐說客家姓 Q，不是，我是真正的真正的客家人。應該小嘅時點冇講下。沒有，出生行種啊，爸爸媽媽行種人，出生2個月是帶從基隆，在閩南莊長大，可是我沒有忘本。我們家全部都講客家話，全部都講客家話。包括你頭老公你係先至聽嚟漢人咧，都是弄客家人。誒傳統嘅，客家。他苗栗純種，苗栗客家人係行做客家人。沒有，凍好，歡迎哦，謝謝。歡迎。好，然後咧看下攬住大女買嘅好處了。你睇咁嘅飯，係做科睇㗎發財。哦，發財煮重油喎。哎呦，當 Q 嘅，當 Q，好。你係乜年座位嗎？哇，回香啫，咁啊，按好大佬按好學東西不能太加選哦。吃這就食到它呀。哦，細就靠整的肉。係啊，唐公又是3年哦，是一個3冠王係嗎？很角色。嘿，萬年跳舞呀。跳舞要唱歌。啊，2個都冠軍哦，連奪3冠，係3屆都係基總冠軍。安永軒，乜啥？哇，凍向政府地位當中啊，各種兩地嘅人哦，都做得不應從事，不應看到，所以我相信等下嘅9宮格全對。沒錯，今天呢，我哋必須做菜啦，哈。嘿，啊，唔過呢，先來暖身一下，先來金行體育館嘅 PK 咯。用錢嚟挑戰，
了解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超級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今種有超級嘅向前來挑戰又來了吼，禮拜係強者向前會嘅朋友強下來參與，到底結果係樣辦呢？或者題目當中哦，等下假使要答錯，一個任務要完成就做得到2分哦。冇錯，而且唔但唱係參賽者挑戰哦，兩嘴答對嘅題數啊，吼加起來就代表講廚師做得選幾道好食材來做料理。好，鼓掌你，盡量加油。嘿，好，來剪刀石頭布，耶！兩嘴先題目，肉食愛好者。好，看得出來。厲害咯，題目係解凍日嘅牛嘅時間用哪種方式較好 ？A 係流水解凍 ，B 係加熱解凍 ，C 係冰水解凍。對媽媽來講冇問題啦啊！解凍嘅方式啊，哪一種較好啊 A， 哎呦，樣辦？因為愛爸爸做安尼啊。蘇姐姐也是這樣想哦。好，看一下第一題正確嘅答案係 C。為什麼？水係因為哦，個地盤變水嘅溫度啊，係咪最接近冷土？水係冇咁錯嘅哦，因為水本身咧，它的這個散熱傳導性係凍加冇咁錯。不過為到嘅推變個過程當中啊，因為生細菌啊，還有冇破壞嘅品質啊，係用變水最接近冷土嘅做啲保鮮嘅線圖。對，不會長細菌呐。暖身一下。好，風水想選哪個？皇帝說了就算。沒問題。係你講嘅就算咯。請問皇帝頭哪種營養嘅含量係頭類嘅乾元 ？A 係鐵質 ，B 係卵白質 ，C 係膳食纖維。你幫公體是幾回答的哦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因為豆類的東西應該都有蛋白質啊。哦，安尼要不可以馬上講一算。好，可以說算。好，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B。讚啦！嘿，哦，阿姐要聰明哦。其實就係咯，個地盤度嘅卵白質相關。我講錯一半天天，含有皇帝豆嘅脂肪含量咪係咁豐富嘅哦。所以假設我補充營養嘅朋友哦，就對咧豆豆食到皇帝豆，佢含有嘅外形啊，當像蠶豆，有啲人總得是蠶豆人，所以改做是皇帝豆。兩聲音冇法度做皇帝，是皇帝豆沒做得。哎，恭喜！好，換藍隊咯。好，藍隊加油加油！白米還有救。哦，藍隊也還有救。來。叫米愛做出新米嘅米絲，煮嘅時間要加啲乜嘅呢 ？A 礦泉水 ，B 葡萄 ，C 係備長炭。備長炭。做乜嘅？為什麼呢？好需要糖光樣講法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B 紅湯。真的哦。係啊，球米哦，要做出新米哦。球米啊，佢本身是下燥豆、下硬豆，所以我味道從新米強用哦。除了食起來會甜甜之外，就係因為碰湯地盤度嘅湯分下高，會造成就有從逆滲透嘅感覺，有壓力啦，壓力太大。壓力哦，所以個水分啊是就咧照到米地盤度從新米強用。哇，學習到哦。今天的題目有點難。咁難哦。好，加油加油！來，玩風吹。紅色金。好，來搶分。哎呦，是錯題。在網友講呢，等下兩位要派出一個代表，30秒當中呢，我來完成兩隻一個토마토用一個按鈕就算過關嚟哦，而且要知道一個觸角啊，好，做唔得團體咯。好，都得嘛，都토마토用一個呢。嘿，本大家展示一下。哎呦，我上頭愛用醬哦，哦，蝴蝶生得真美麗哦。好，等一下是要30秒時間愛做兩隻。好，可以啦。美姐先幫你卡定到位。好，好，計時搶開始，30秒而已哦，時間非常緊。其實兩罐主要就係本觀眾朋友看得到吼，其實豆腐卡擺盤的時間也有儀式感。對，默切團，默切團哦，可是這個時間真的很緊。這個。哦，
哦，表面酸红不能看待吗？哦，这我来剥。多酸的呀。这个没有切断，没有切断，哇，糟糕糟糕。6，还有几张？还有1、2个。4、3，这个比较像鹅。好，我们给师傅看好了。哎，是不是要翻过来？师傅，你讲真凶系安用的哦。蝴蝶嘛又上到5號嘅啊。哦，係啊。好，制作人代表说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过关，没关系。开谢。好。哦，你看不用专心。这个我们不是最惨的，惨的是他们。对，因为他们那些东西好煮。那公司才有你要做的专业 vocal 都起款呐，真的不 vocal 给你走出来细节了，我就动都有仪式感。没有做过，而且要变成这样更难吧？对啊。好啦，蓝队，而且哪一个嘞？呱呱。好。已经运动好显美哈。来哦，推开，下杯哪一个是偷胎蒙瓜、胎内瓜的个技巧？那么 A 是两个米节要开拔 ，B 是瓜的也规条的地方表面比较平整 ，C 是有腰身。瓜身表面平整，可以吗？那一种的胎内瓜的偷起来会较好的。很像的意思是？哎，其实都蛮难的。对呀。素姐姐，你有来上节目吗？没有。 3、2、1，抢剪接 ，A 係麼？以小檔用實實都看正確嘅答案係。其實教一下大家啦，到底我用白來讀了台風卦，除了看緊每節有開發之外哦，表面假使有高分啊，也係哦，就對為呢，它有一點帶刺，就會代表講下氣、下新鮮那用音。哦，幾分？哦，總算就得到2分嚟單配。恭喜哦！好，插下來藍吹，而且哪個咧？風吹。哦，風吹。閃閃。你來。好，來看看。來，由專輯化嘅名按到澎湖嘅變化，請問佢係上到哪道位嘅呢 ？A 係高山，B 係海水，C 係愛山呢？李老師啊，張媽媽，假如講5號線，下面他現在衝到華視來打，這個馬來啦，好馬來。小戴師傅動右線呢，除了哦，出去傳簽啊、煮鞋啊，他自己還去上課。你有冇去進修？比較少。他是進修的老師，不是的。來，由專輯化嘅名按到澎湖嘅變化，請問佢係上到哪道位嘅呢 ？A 係高山，B 係海水，C 係愛山呢？有學過嗎？有看過嗎？我也沒吃過哎。應該是變化係嘛？該嗎？咩劍橋嗰種變化哦？不是。應該是澎湖它。哎呀，澎湖比較便宜。櫻花應該是海邊吧？會筍啊！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。係因為澎湖哦，冇高山好劇啊，吼，那個因為變化吼，佢本身種啊就動到會挑揀，比如講天氣會下晝到，也係哦，嘅體內哦。它的鹽分程度要很高，所以它有種植的條件。韓國的公司才有總麼個動小英看過食過，因為它按到貴婦蔬菜。你看長到一道台灣的時節了，就公斤哦，差不多會送飯客哦。但至於怎麼料理，我們現場有專業的師傅會分享一下。哦，其實呢，董就以前，他們說3-4年前呢，去澎湖就有種一個冰花嘞，佢個食個口感啊，切中秋嘛個呢。含個蓮霧，哎呦，切啊就含哎呦，那底度呢，它有一個叫結晶體，所以它會叫做閃閃惹人愛，所以它有一個結晶體。吸起來呢，哦，嗶嗶啵啵，嗶嗶啵啵。啊，最高等級該冰花呢，其底度在上面呢會有紅色的結晶體，所以叫做紅寶石冰花。哇，好厲害哦！行動維基百科。專業 vocal 師姐做咧簽狀咧，做咧走上學，你做咧走浪攀，東湖學東。恭喜！恭喜風水！藍水，加油！你是辣妹，水果，好，好看哦，請看。
大概肠胃炎的时节，要避免食下杯那种水果呢，A 是芭乐，B 是菱果，C 是香蕉。要动简单送分题，直接讲出来。芭乐 A 看一下正确嘅答案係恭喜就係芭樂，就係腸胃發炎嘛，因為腸胃就合唔好啊，所以就聽我哋說對消化動好嘅水果。剛下講到嘅芭樂哦，因為佢本身有豐富嘅非水溶性嘅羟味。所以對這個消化是不好的。我見到係菱果啊，也係香蕉啊，呢度做啲蹦出你嘅腸胃之外哦，你看一下小朋友的副食品啊，都係用菱果啦、香蕉做出嚟一下多。怎麼辦？你風吹，最後一題應該又是手做了哈。沒有，直接看哦，辣妹駕到，只剩一題了。該來，來看辣子味。是做題。等一下到1分鐘當中呢，要派出以下半身。這要做什麼？3條辣子味，然後加個鹽太太就做得嘞。好，冇想到呢，給你2題手做題哦，都是我們紅隊中獎，風水係肚兜係，而且都是紅色食材，都是美玉姐那種。對，美玉姐，我們檢討一下剛才問題，就是你太優雅了。今天我們把所有的優雅先把它放在桌上。沒有做過。係啊，時間哦，半年就分數，給他30秒，你下半年就分中。1分鐘，可是要3個，謝謝。所以等一下開始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切換人格，快速把它切上去。一個紙質獨做唔得咯。對，好，先讓你拿刀。好，準備好了哦。好，開始，搶開始，不要優雅。安全第一哦，安全第一哦。走的，先你要數辣白哦。好，幾分鐘已經夠係優啦因為，他是天生就是優雅型，他就是辣妹本人。怎麼那麼都按吞呢？哇，太快！可是有一點點，等一下。黃明哥，你給美玉姐一點愛的鼓勵。加油加油！30秒了，哇！一般狗體咧，佔漂度的強你先把它弄掉大部分。對，嘴妹講的強差。對，加油！怕弄唔怕，就看直球哦。來，你弄好的過來，弄好的過來。對，看盤擋夠。先過來，好。走的。嘎，我們沒時間。加油！7、6、5、那個4。他出3秒鐘哦。哎呦！哇，辛苦了。好了，因為我哋主要講嘅公平啊，人家下面用本不用啊，這是雞。可以啦。等下風水啊，這還卡多不能講，沒有。那你可以把這2顆吃掉嗎？我許多講，我用啥做白臉，對，黑臉在那邊呢。其實吼，嚴格來講吼，順條有1張啦，誒，你看到啊？你講話越來越小聲呢。等下順條有1張啦，有看到啊？拍謝。哎呀，因為真的蠻難的，要把它全部弄掉。對啊。都看好做出來，又洗臉的汗劑咯。對啊，好，這樣子啊，因為其實呢，在我們暖身當中，不管用哎，我們現在前面都還算平手。對，所以先給自己掌聲。按我哋代表講哦，4項食材咪不差啊。對，利用最多黑的都利用分哦哈。我們看下師傅做的4項食材，辣子味先送本。這是不算在裡面，送你的。哦，配色哦。我今日係嘛嘅？五兒，我好食五兒。啊，咱冇糖油。好。用啦，你好用來啲。皇帝豆呢？等下凍氣該亂拍子。異豆。誒，異豆。哦，這異豆。異豆。等下兩紅了哦。來到一點調口味。調絲。調絲。炒異豆凍好。最後一樣哈。你會點出來，大白兔會嗌來點。菇啊。好。真的哦。等下先凍醬咧。好。好，那準備好吧，師傅搶送菜嘍！師傅送菜了。好，師傅呢，現在也條食材過後有想法，我帶來乜嘅料理冇？挑炒肉，豆炒肉，挑，聽起來蠻平易近人的。對啊，你豆先生是？豆炒肉。因為
条丝啊，柚条，嘿，那芋豆啊，绿竹条啊，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来的吧？怎么来的？就是来爬绿竹那个，它是以前的农具感，跟我研究从绿竹感的。嘿，也有人叫杨桃。哦，因为每次都上有从。它赶紧都会有很多绿竹条。嘿，好来咯。豆先生会做嘛？你先到了啊，豆，挑丝，浸米酒，好，作用在哪里？知道吗？作用会含含，好，它会稀释它的咸味，还会有一个稀释它的香味，吓死我！会有一个米酒的香味，对不对？哈，就香味。来猪肉先拿给切一下，好，抓腌一下绿竹条，然后拌椒，然后笋条，哪里有饭椒？辣椒啦，辣椒然后笋条，对，甚至到来切一下。番茄跟辣椒嘛，我刚才讲拌椒是一种综合体。所以今天的主角是这猪排。主角是豆豆。哦，豆豆炒肉，蛋白质很高哦。那算是猪里脊吗？呀，是该夹心肉。哦，夹心肉。夹心肉。夹心肉吃的，一般会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很低。它大。袂含奶猪啊。又一点筋。因为我妈妈哦煮咖喱都会用夹心肉来煮，因为一直跟她煨啊，极好吃啊，张妈妈。夹子公好食，你下面她现在冲到华视来打。马来啦，哦，一般卖的夹心肉是会含胚啊，哦，它的脂肪含量蛮高，含奶猪。那它是拿来补空用吗？没有，你拿来补空肉该没有肉该，就是它是。属于肩胛就是转过来一下，谢谢。它有美住哎。动物不要扭美空中哦，肩胛这一块。哦，来背肌展示一下。可是以它吃走马料理。耐炖，好，或者是拿去痛改火锅啊，火锅肉片。没错的。一点米酒。猪肉嘅梅會下衝，所以米酒會下多啲。一般來你煮豬肉時，炒過要去滷一下。你東橋看到用牛肉拿來滷會嗎？沒有，肯定有做乜嘅料理。你冇攞鹽哦？嚇？你還沒加鹽？調油，因為油該調絲，但是冇落條鹹。綠竹條哦，基本上咁做啲生食啊。生食會很冇咬，特別脆口。好，那你肉先下去，大概稍微煎一下，可以香味出来。这比较耐煎哦。对。那可能也薄膜动漫哦。还有可能。师傅，那我们像烤肉的时候都在用夹心肉吗？可以啊，切泡泡。都是在买猪肉时，到去先去切好。那我想知道补空肉最适合的是哪边肉？控肉的部分，肯定有些有点肥耶，有一点肥的，有一点肥，那就五花肉，有点肥，又不会太肥。太肥。五花肉还是好。三层肉。五花肉。五花差不多。可是五花不就3层肉吗？它的层会不一样。来展示一下，有的是什么？这是三花。三花不是卖袜子哦。可是补空肉就唔是先卤味吧？因为因为先去泡过。泡过才去那里卤，而且外面那个肉会有一个炸过的那个香气跟那个颜色。整条米哈伊。小戴师傅动右性呢，除了哦。就是传天啊、煮蟹啊，他自己还去上课呢，很认真进修。身为一个厨师都是这样，你有没有去进修？比较少。他是进修的老师，不是的。明珠指定的菇，我们也先下去。很营养啊。到去个菇的香味炒出来。直接不用落去啦。你是斜墙的眼睛系嘛？该。因为等下从菇全部都
用温室就该上。你有专心看一家之主？没有啊。而且你炒炒会变小，其实你可以加多一点。好。不然那个剩的也就剩至打赏嘛。就剩，然后大部分甚至总以煮面。哎呀。 我一定要站在摇滚区，真是动向哎！两位老鸡甜筒，我只把它铺润来。关你什么事？因为我想说，感觉熟感，该昨天先吃的哈。一定非常好吃，对，民众好吃。比较讲究。哇！就剩，然后大部分甚至总以煮面。哎呀，好。 好，提一只调味放落去。它一豆实在太易嘞，因为它要稍微让它煮一下。对，它需要一点时间让它，哦，一点点燃，好，再点点葱，来调油一下。而家好嘅调油吼，含唔會暗鹹。啊，睇下整個米酒，莫打松。 精华，哎，炝一下锅，来辣椒下去，其他莫打松哦，混一起，好，按你手的咯，好，豆豆炒肉，按钮去后塞喽。 师傅给种啥？哦，感谢豆豆先生。真的，豆豆炒肉，你刚刚讲要给露出贴啊，还有3高，哪3高？高铁。哎，高铁，我们错差该高铁，高铁铁质很高啦，高纤，好钙。哦哟，动静重哦。对您好年纪了，是都懂后吃它的营养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谢呢，谢谢。哦，香气四溢哦。运动车，好吃，好吃。哦，好彩因为讲那股哦，香香的，对不对？要调是整个米酒是唔会暗咸，对，哎，香味嘛会下出来。香港你要煮有整个有奶煮诶，嫩的。很嫩哦。这个调味啦。对哦，咱没地嘞。大明哥，你这个用白，好什么？好吃。这好像是白猪哎。白猪。白猪肉。哎。因为我是那个行的。真嘅，最好诶。以前是整根就有煮那种原因哦。看你选，培养种猪肉卖猪肉都做过。看你选老婆就知道选那么漂亮。那当然了，眼光好，当然要选漂亮的啊。蓝队的姐姐弄一下。好食。你看她的盘子，觉得最好前面的。不会很唔会懂行，拄好，个调丝清好食。新蒙尼。虽然刚才发明过又讲到绿色条含毛梅，但是我的店都很实际的轻松，它的清甜味，很清脆啊，很脆，还有加丝加个营养。嘿，错，师傅会煮啊，煮完味道出来了。好，刚刚条件呢是2-2平手哦，马上来进行最不迷馆的挑战。做下点功夫，清定长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卤菜。新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呢。实实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，来到最不迷馆呢，真见到两个新北的料理啊，你要好好来点数你。除了会唱歌，会跳舞，还要看一下家的做的做出嘛个太出来哟。先来问一下，风吹带来嘅菜名系嘛个？三雄下拱冬粉煲。哇，动碰牌哦。好，我大胆假设，你还发明过指定菜单。你刚刚是不是用嘴巴来料理？我用嘴巴吃。你的嘴很挑啊。对啊。好，最不迷馆呢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啊，稍后看下咱嘴大家买个好料哦。好，菜名按照嘛个？鹹豬肉炒蔥頭。鹹豬肉。鹹
哈嘎因最好选ham猪牛。棒球菜。哇，来，这个ham猪牛一听就提撇字出了，给大家讲一下。那边啊，这款用那个黑胡椒和花椒吼，啊，姜下落去那种，边姜下米土加当香啦，所以我是自家研发的。要素姐姐做的哦。我自己做的。唐公大拜呢会做17斤，嘿哦，很香哎。不是那个，因为我自家生意的啦，也系朋友吧，10多好势的吼，只会问讲伊那口耳相传，那叫爱做啦，佢也要几多，那我就是太部分，我是因为佢个料吼，也嘛米酥料的吼，我是有一天的量嘛，啊，所以我是一般我是做17斤，哇，17斤啊，这些大沙本那样。大家共享啦。好，来，所以这一道料理系受到动动音甜甜哦，最美一罐了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用水的人准备好势，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干嘛切到？哇，豆腐薄哎，来，这个火怎么开？我来帮你。好，你哈过安台家个。来。用酒，哇！阿哥运动会切菜咧，对呀，应该是有竹盆的，个啊。马明哥都不卡会煮料理嘛？会有会都空有。现在也不要煮是便宜的，莫煮可以什么？来看那个今天做嘅三福系嘛嘅，新北嘅客家15级那个义民庙的啦，义民祭典的啦。莫怪你真紧哦，当有心推广了掉的客家文化吼。因为我把那个客家乡亲给带好了，但是因为人拖延新做没有2年的时间了，客家我给看不敢讲客，就语言的障碍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新北市有成立客家15级。新北市是在台湾最天然嘅沙台，50人嘅沙台。很活跃。新北市有60人班嘅客家人。哇！天嘅桃园，天做喺新北市。我2碗係嘛哦，那是我自己炸的香葱酥，用黑猪油跟那个鸡油一起炸的。大家喊弟弟可以食嘅猪笼包吗？猪笼板。艾草包超级香，不得了！哇，要用猪，你要有新北的太会做菜了，2队光看就知道是经典料理，都好玩呐！火候注意哦，那个火很大哈。对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可以煎出虾油呀。要把虾油煎出来，然后再去炒这些香料。韩国阿姐哦，非常的细心，看个挑，我都处理好了。哇，都把洗澡过40过了。台北也给他做2个嘞。那你一起蛮好会补牛哦。夫妻嘛，已经呢50几年的夫妻了，你看多久？你多久啊？对啊，你今天晚上买1条黄金项链给他。你有项链，没问题。没问题哈，只要他要，他喜欢。美玉姐，我帮你要到了。谢谢。我是红心的项链，不是那个项链哦。你的真心啦，对不对？真心啦。好啦。我等下再过来哈。先皮了解下。安香哦，到底做嘛该安香。哇，厉害！我一定要站在摇滚区。要真是当香诶。你唔会捞几甜筒，我只是把它铺润来。关你什么事？因为我想说，感觉熟感，应该昨天先起的哈。哇，更明显，你看。宁可冷麦啊，苏姐姐。冷麦啦。冇啦，去啊色啦。外卖来啊，一定大红。我有4个生意的啊，17斤吼，17斤吼，啊生意呢一扎5袋本来迄只毛的啊，我朋友要的，我朋友爱吼，我这一扎2袋1袋。哦，总业朋友安好哦。对啦，跟我家朋友啦。魏雄记只备料备好，他准备要开唱了。就比我下饭了。好啦，等一下给我都上来哈。这个可以加。那个虾子好漂亮哦。哇！啊，我知道，因为美玉姐都基隆台，
你一定很会料理海产。没有，我在基隆虽然到15岁我就搬到新竹湖口了。你也福桥烟？哎，哪没福桥烟呢？真的啊？哎呀，我在新府跳。哪没呢？真的哦，这么巧。新府跳。等一下加个赖告加朋友哈。她老公在这。朋友做得啦，走对了，对了。安尼凉沙都会客家面哦，食个客家梅，文风同样吗？不会，他煮的我就喜欢。哎呦，因为他就你的菜。饭会剩那一堆呢？我等一下弄冬粉，他会焦掉。不是，我这个要先炒一炒，然后再把味道弄出来。哦，我这个等一下我要把那个虾子排在冬粉上面。啊，对了，没有虾子了。哦，有夹去了。对，等下有摆盘呢。对，我等一下摆。用皮溜豆腐。对，等一下用弄冬粉。那豆腐先落去浸下吗？不是。这一定非常好吃。对，严重好吃。批到了，批到上面。压那个香葱油啦，恰做的啦。明哥，你赚到了。哇哟！太严重了。还有人水波波流哈。来，倒落去。还有人水波波流啊，香滚了以后，冬粉再放下去。哦，让它吸汁。丢下去，该去盖。切点米头啦。哇！而豆腐係升咗嘅豆腐。對。薯都要煮個，又冇用到嘅再成邊都後背去。好。等下半支燒豆走來嗎？對。要給它燜一下。那我們又不改。好。哎，你等下鍋都進來。然後改起來。他自己會處理。好，這個是大火，要注意哦。好。你哋係自己有起水間嗎？冇時間。做子宮呢？也該做腐皮呢？鏡頭之外哦，混豆還用煙，參住用冇咧，豆腐冇咧。哦，你那邊秀豆強強利利呢？不用你檢查，回來。你怎麼知道應該想要做乜？這個用汁無就該炒咯。大概將呢汁煲過嚟，個炒長菜吼，長菜會補配啦。對。所以我是香氣味用汁煲。你等下給我拌 Q 我就是拌在一起。所以把米糕拌一下。拌一點點。你哋係自己有起水間嗎？冇事啊，試試鹽啊！大姐，哪個冇事啊？冇事。那做子宮呢？你梗係做腐皮呢？冇事啊啦。哇！鹽絲做得不用太多的哦。你沒鹽絲啊？我芹菜。芹菜哦。芹菜嘅入啊！要多的豆幹嘛？對啦。而且不這樣嘛，係啦。你看你抖機街長表，芒結束，炒到它冇入。好，剛才我放 Andy 豬個刀身咯，好，加油！天從馬上來刀身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馬上出嚟試食困難，最博面館新北的好料理，我送走了。本期嘅中山鼓励，哎呀！哇，刚刚大家有看到特写画面的时候，已经好，亚给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更精彩是台下狂抖嘅画面哦，那镜頭之外哦，混豆還用煙，參住用摸嘞，超好，豆腐摸嘞。好了，显示困难好不好？我们这个鲜虾冬粉煲，对不对？哇，米頭出嚟啊！好食好食，冇條下。米頭調到肚厚，酸條又有辣。對，謝謝。阿公又有說，阿公又有說，對啊，阿明哥，全場都羨慕你哦，只有你每天可以吃得到。又香哦。對啊。學抖音後，我變做基隆山的粉絲嘞。真的。凍氣也哈講哎。然後還有那油蔥酥，3條米就炒香咯哎。對，謝謝啦。
刘雅姐，年幼斯文又会讲法。哎呦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在讲法聊啊。我记得真个安慰住吼。哎呦，怎么感觉都同那个对手呢？你头不用嘛？啊，你要跟我介绍吗？佢看到头家摸一摸啊。蛮搞。那俺不要找你囧啦。哦，那电影啊哈，是这样演啊，差不多。好，是都非常好食嘅冻粉鲍鱼后咧，来换是我们蓝翠嘅鹹豬肉。冇錯，你喺素姐姐自家滷嘅鹹豬肉哦。入面頭真係7分嘅嗬，連豬皮都好食。豬皮都會 Q 彈呢。大明哥，懂味鹹菜，你知道樣版呢？其實佢也好食咧，鹹咗嘅滷都係好食香味。炒到又唔會講清硬，又唔會按於都多熟按啊，又清香，又黐好食。又傳啲嘅洋葱啊，薑米啊，很好嘅幫助菜。幫助菜，明牛姐，你知道樣版？鹹豬肉有黏黏，表面上炒到酥酥香香，而且搭配洋葱很搭味，懂得夾嗬。对，謝謝。唔過藝上，你妹會做鹹豬肉對不對？我是做過啦，東西我們是做的，我做從飯唔做咯。我用那個肉桂去做。肉桂啊！肉桂一種。肉桂。素姐姐，你用法安強安厲害哦！你茫嘢哦，可能唔單講10斤嚟哦，70斤嚟哦。哎，我哋挺兩條。這個紫竹哎。很意思啊。是一條豬會前肉嚟做好豬肉啊。做得啦，做得啦。我等下做條豬會吃。咁做豬肉做。你滷嘅豬肉哦。唔會死鹹，韓國嘅香氣哦，它的那個香料係層層堆疊，很厲害。好，我哋下哦食到痛衝我哋都會講，哎呦，希望等下做得來打爆，但是宣布一下，因為冇打爆冇呢，全部半啲都半踢踢係先，我剛剛都這樣子，我未顯示出嚟。你哋都食飽了。真嘅。我哋下嘅心得就係講吼，做乜嘅嘅兩組會變到強食咯。到底師傅用慢片款嘅幾多款？係見到嘅，因為頭前呢係平手嗬，三號位呢就請師傅來手腦筋呢，先來半半水，搶半酥。慢款，總共係8款哦。大家下都看一下，冷水得到幾多款？總共係慢款。實至名歸，超級高分的滿分呢，強分哦。師傅都講聽一下。哦，來下講前先，嘟嘟吼，我們再先提樣子調果lau哦，你有冇調lau？唔會，不過細建議，跟下講，該減肥呀吼，該肉到咧要去化一下，好化一下，你該肉係打開了，應該有蔥素的梅頭，然後你也該酸條麵梅頭，所以是較飽滿，嘿。啊，兩片該真是該鹹豬肉，真是比較滷的。哦，一般的心度兩種梅頭，哦，該胡椒梅頭凍蔥凍包，又該花椒粉，那個用花椒粉嘛，花椒粒，哦，該香氣沒有到地步度，哦是，兩位全凍好食啦。10分好食。好，看下阿吉師傅。哦，兩嘴咧都個火候掌握該要懂好啦，因為我有看到佢個用個鍋嘅個時間呢，就是用細火咁用，本來那個蒜頭佢就飆到佢個梅頭就會出來，我覺得那個都係時間嘅梅頭啦。哦，也是都有那個煸過啊，還有收汁完之後，這個裡面個香味都有出來，我覺得都很棒，很好吃。啊，蘭翠這邊呢，佢個洋蔥啊，也是都切，我看到炒凍久啊，因為唔會軟體。然後食材呢都處理得很好哦，懂伙食。尤其端正哦，新北市呢就係出牛肉，會唱歌，會跳舞，又會煮菜，本地嘅一種啊。僅限哦，實至名歸的奪冠熱門隊哦。好，馬上就來頒獎嘍。好，今日新北
同乐会真嘅係都好看哦，甚至呢已經出來嘅，難得有人用評分，而且係評高分，兩組都係得到8分。先來恭喜風水冠軍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。還有咪係當高分啊，攬住2擺咪係總冠軍哦，2800嘅加菜金。哇，真嘅係同樂會好看又好搞又好實彈嘅。對，大明哥，先老大家分享一下2擺參加嘅心得好冇？來做理事長就是為到人哋客家人嘅團結力量，都來發展嘅講嘅客話啦。所以客委會吼，本來嘅社團嘅經營真少，就大家吼做理事長嘅當然要經營要出錢出力啦。哇，行開聽說出錢出力。哦，一天做理事長冇錢賺咧，沒賺錢。係付出的。全部付出。客家人就去家人。哎，對，就懂勤儉操吧。操。哎。今本日然後要參加比賽，喺呢班人個帶人嘅協會地圖嘅大家，搶下來參加。做得啦。唔敢唔講係自聽行哦。不過你話美玉姐多了，因為佢做得太好食了。沒有啦，你們他拿這個先做起頭就忙做出來了。忙做出來，阿丁記。還留一手啊！啊，喺比賽還留一手啊！哦，唔過佢已經做到，佢已經天命嘅啦。好啦，恭喜啦！好，謝謝。美玉姐，咩老大家分享一下2擺參加嘅心得。當歡喜根本就呢個機會來了一枝之主，一家之主。去邊來了天師台路上，所以心公不懂敬重啦。啊，謝謝各位新聞局本來嘅機會，新聞大家。而家冇敬重嘅吧？還好。你已經天命嘅呢，就在於講係得冠軍呢，還沒有滿分啊。滿分了哦。他這是完美主義的性格，你已經天命哎。是，很高分了，謝謝你們給我機會。好，撒下來歸鄉者，要嘛感想咯。感謝安尼客家電視台本來就有機會嚟到表現，希望大家。按段哦。因為佢較無用創啊。創業2基本係個攤台。哎呦，我創乜計啦？凊彩啦。凊彩無果嘅啊。好啦，唔怕下1擺。那麼個青菜哥咯。青菜哥嘛，哈。好，讓我們約好，下擺咧除了要做候選，還要帶入2條嘅嗰種水做喺那裡點嘅歌曲。好，好嗎？好，好，恭喜哦。今年太初四，最尾要安好嘅結果就係素姐姐嘅喊住妞，制勝關鍵。好，什麼呢？有冇感想？我是哦同好啦，客家人吼有7個天師台，有7個這個團隊，我是同好，客家吼則唔會吼無落嘅咧時代吼，比佢淘汰嘅，我是到親好啦，用很好。哇！我知道講素姐姐咯，嘅結語非常有影響力，先要感謝佢。因為啲家下講感謝就客家電視台，我點到講我感謝各種財鐵叫做鄉親會，因為客家嘅事務局吼，種種到地方，咁樣合作起來要爭個成功。冇錯，最近有看到，就像大明國家講嘅哦，啲所有嘅客家同鄉會啊，又嘛客家協會哦，真嘅目的最重要嘅就係團結客家，發揚客家文化。故此呢，每時冇按到協會來你節目嘅支持，喺講你忙來到節目當中表現嘅話，唔是緊張，看面有字，一下唔緊張嘅吧？做得啦。不管你擔太擔細來到呢度位嘅呢，都尊重係好教好料，留下一個好嘅畢業，等你來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